好啦好啦，鬥咗幾場比賽，終於可以安安心心開住啲國產車去北京市郊遊下車河啦。其實我呢部車係近乎完美嘅，只係有一個小問題嘅啫，就係千祈唔好攞佢嚟上斜路。見唔見到啊？喂，我而家係拉住 handbrake 㗎，你睇呢個唔係特技，呢啲係真嘅。好啦好啦，我就咁樣慢慢篤返香港啦嚇。原來唔止係我嘅。依家長城咧好多啲細微嘅做工問題，例如呢個死火燈咧係唔可以自己一 lock 住，係會自動熄嘅。仲有呢個軚泵咧擰落去咧會響嘅，好似壞咗軚泵咁樣。呢個好大嘅問題就係由箱蓋個鎖爛咗。呢個唔係，呢個係即係左轉嘅輔助器。咁你一扭左軚嘅時候，伸呢個出嚟，呢個透過呢個風壓嘅原理，令到你嘅左彎好啲。原來仲有一部科技含量更加高嘅車喺度嘅，喺高速公路嗰度 ，Edmond 突然間用 walkie 叫停晒我哋喎，冇乜大礙㗎，只係個泵甩甩地啫嘛。哎呀，咪當係嗰啲會跟住車速自動升降嗰種尾翼咯，夠興㗎。好震，好震！呢架震到九彩嘅係比亞迪嘅 F0，好熱，好熱！因為冇冷氣啊呢架車，其實係有嘅，不過壞咗。你真係想放開個軚盤，由得佢撞埋去就算㗎，大佬。終於等到夜晚啦，聽雲海講，響呢一條北京嘅隧道入面，晚晚都有啲不明來歷嘅飛車物體嘅喎。香港隊同埋中國隊就會喺呢度嚟一次100米嘅短途直路加速賽。上半場係由香港隊嘅長安逸動對中國隊嘅速騰。香港隊嘅國產長安逸動竟然喺開賽初段領先喎，但係有外援做引擎同埋波箱嘅速騰竟然喺最尾追翻喎。因為香港隊踢上2波嘅熱傳實在太慢啦，轉數太高被 cut 油，咁啊輸咗場波咯。第二回合香港隊又係開棍波，中國隊又係自動波。1、2、3。贏晒，完全冇得鬥，贏到成條街。等埋你啦！我換錯檔啦，我以為往前推是加檔。哎呀，得啦得啦，球證，同我俾個紅牌佢。兩隊各入1球之下，最後要加時。香港隊派出咗全場最殘嘅球員比亞迪，而中國隊就派出咗理念 S1。比亞迪又係有頭威冇尾陣。呢個球員話：佢今次太早轉波啊！國產車拜拜啦，我唔會再翻嚟㗎啦。